朋友有当坐这吼。慢慢来，停就是放水，要注意哦，小心哦，小心。红色那个是滴滴滴哦。哎，小朋友不要靠近哦，不要靠近了，不要靠近了。过来啊，不要再过来啊。接着讲，接着讲，再讲。不要。不高兴，不高兴，与会的所有嘉宾去做参访、互动跟交流。那我们从10个点，未来希望扩散到20个点、30个点，全县美校，校校有特色，人人都有。OK， 来看前面好，来，一下，我讲，耶！108年新课纲就是希望讲囡仔会使更加了解咱在地哈，那透过在地的学习，那从作中里面去学习更多在课本上学不到的。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的校长，拢足用心的，因为把咱当地的这个特色特产，摕入来做咱的这个教学哦。像咱即马伫遮的所在，咱头拄就是坐咱这个文会长开入来这个推车哈，做我们这个铁道文化的一个这个教学开始。那咱这个目前有找到10个特色学校，那佫邀请到每一个学校，佫邀请到3间学校来做这个游学哦。那希望讲伫这个10月过程中，互咱的囡仔透过安尼的学习，毋但讲了解因在地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特色，嘛希望讲会使透过出访到别的学校，那获得更多的学习哦。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更有这个本土概念，也有那个国际观，跟我们走在时代的趋势。未来大家一起让孩子有更这个好的这个学习环境一起为孩子的这个教学来努力。海牛啊，就海牛啊！哇，这要训练呢。哇，你来你专工个唔得个车来。这个以后可以发展成那个啦，新烟跟古烟所以里面的目标还是要有适当使用的工作，其中的目标还是我们让一般的这样子工作呢。对未来来说呢，除了拜拜之外，还可以欣赏一些关顾它吧。我们有准备2只，一只是张开翅膀，还是没有张开翅膀吃。老师，你这里你刚生日。学校的那个哦，谢谢。为什么要做这种葡萄？进修国小的爱恋进修葡萄课程，当然是我们来方便国小的海牛田。你知道到底现在有几种葡萄吗？等等都是让我们孩子们能够实际上去体验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哈。那我要在这边再次谢谢校长们的使用，结合我们地方社区地方的特色，你知道金香葡萄它的作用在哪里吗？那透过这样的互动，背后呢？在进修的学习，看到以后，给到我们透过我们。